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行政院提出纾困急难的纾困方案，做临时工、做散工，生活受疫情影响，一户会当申请1万块的补助。昨天是开放申请的头一天，各地头的公所人拢吵，有人是摕身份证就要来办，有人是员工政府的规定真鸟毛，嘛拢无讲好清楚，办甲新公过道，办甲西胜地，有地方政府嘛怨中央。赶紧，拢无留时间互地方做准备。你时间是要工作证明啊？有玉兰花有工作证明无？叫我来遮做笑诶！天气真热，火气嘛真大，民众是袂假。行政院宣布扩大急难纾困，会当领1万块。初六是开放申请的第一天，各地区公所就约入来真侪人。桃园中立区公所伫咧订的大篷布，打开门尔就有人排队。不过袂少人无传资料，甚至有诶干那早身份证就要来领，因为安尼区公所其他的业务怎停落来？因为申请都要照规矩来。照规矩来咯，对，我都有谱予你就对啊。好，安尼你就传来。各地公所拢加派卡手来讲解，高雄要申请的民众嘛真侪，因为爱传寄金簿啊、甲工作证明等等的文件，袂少民众怨叹讲条件真严格，甲当初讲的无共款，感觉安尼真当算。伊的方案真好，但是要申请的条件，感觉规定了会变有足侪限制。太严苛了啊！而且很啰嗦，受疫情影响证明啊，什么要怎么证明？像临时工就无法度提供相关的证明，闹空抓几啊届民众是气噗噗。人就没遐，走山去做，走什么呢？还糟蹋人啦！你唔是斗三工咧，咱斗三工啥？新北市三重区公所透早出现300多人来排队，甚至临时开活动中心来营业。区长反映讲，工作量向变真济，作业有路的部分无够清楚，致使民众怨叹，公所的人员嘛无用试。新北市长侯友宜大声表示，对民众爱放灵来认定，若无资料就签切结书，若有责任伊会来担。这个窃钱是不是实在？有本人他自负法律责任。我们不需要说每一件都说这是市长交代，有法律责任就追究市长法律责任。拜托哦，留一点前置作业给我们，要检察官你的。我每次说我们是捕手，丢什么球我们都要接，就这样，接得很痛苦而已。双北各地方拢出现怨叹的声，大问题除了讲中央无讲清楚，嘛呼吁爱赶紧拨款，表格爱电子化。婚姻馆长张丽仙是宣布紧急延期，因为资料的认定甲有路的部分还阁无明确，为着袂造成民众的困扰，初7会邀请乡镇市公所做伙开会讨论，11才接受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敢是食紧弄破碗，政府的好意乃颠倒引起民怨。行政院昨下晡随召开记者会，讲要甲定数简化，嘛讲若文件无法度传甲到，政府会替你查，而且这个补助无限制人数，申请的时间到6月底，民众唔免赶一时。开放申请急难纾困金的头一天，各区公所的队伍排甲落长，嘛添着区公所的人员，但是文件要添的物件真多，佮加上要准备的证明，互袂少民众唔知影对倒开始。行政院下晡召开记者会说明定数，对方案从公实施，卫福部处长苏立强先回息的，但是伊嘛强调，无限制申请的人数，时间到6月底，大家唔免着急。这个申请的时间是到6月底为止，那我们并没有数量的限制，我们只看你符不符合这个申请的要件。户内共同生活的人口，原则上我们尊重那填的。你真的没有办法备齐，你就勾第2项，我们政府会进行这个财税的相关的后续的一个稽核。卫福部指出，原本的流程，民众爱查身份证，佮有今年1月到4月工课受到疫情影响的文件，佮加上规家伙仔口罩要看有欠偌济钱，还佫有会当证明无劳保还是农保、医保等社会保险的文件，同时嘛爱准备无领其他纾困补助的证明。但即马所有的程序拢变简单，工课证明若是无签切结书，个会使；其他3项若是无法度准备，政府会当帮你查。只是若是准备了愈少，领到补助的时间个会愈紧。如果你证件真的是完全齐备的话，也许3天就核了。好，那正常你要如果说要政府帮你查的话，可能要多大概2-3天嘛。好，所以大概5天。好，如果说案件真的非常多的话，可能就会7天。那现在在受理案件的同仁已经非常的辛苦，所以后来万一有追讨的责任，我们会跟中央地方一起讨出一个方法，原则上不会把这个压力放在承办的同仁身上，我想这个是我们是中央政府可以承诺的。
中央用设计师互定事变简单，苏立强指出，政府袂调工去查，除非是调故意暗砍。国民党是强调，若是无注意去闹交，袂有法律责任。未来若是有需要追讨的责任，袂塞互第一线的党人，因为政策是中央提出来的，双方共同承担。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咱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昨昏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搁加一例，是对境外带病之外的，是一个住伫防疫旅馆期间发病感染者。另外，卫生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明仔5月7日开始，留伫武汉的台湾人会当家己坐飞机回来啊。啊，毋过同款爱集中检疫14天。另外，中华职棒嘛对明仔开始，每一场比赛会当开放1000个观众。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是30外岁女性，伊伫今年1月份去英国做工课，4月1日倒来台湾的时阵，就有10篇亚性的症状。入境了后主动申报，由机场的检疫人员采检，而且送去集中检疫所。迄当阵检疫结果是阴性，4月27日安排去住防疫旅馆。啊，毋过伊伫咧居家检疫期间，继续有流鼻水甲10片，而且出现鼻无芳臭的症状。5月7日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伫咧初6确诊。这个个案当然我们看到说也有一点觉得稍微特别一些，然后就是开始非常轻微的症状嘛，然后呢这个他的倦怠好像他自己也说以为是他的跟生理期是不是有相关，不是100%确定的，就是说那个是100%是他的发病的第一时间点嘛，这个我们可能还要再多一点再详细询问一下，多厘清一些。伫咧国内疫情渐渐转好，中国疫情的风险嘛大大降低。指挥中心嘛决议，从5月7日开始，封调伫咧武汉的台湾人，毋免搁坐指定的航班包机，得当家己登来台湾。啊，毋过也是需要集中检疫14天。没有管制他登机，方便这样子分类。好，所以到了机场之后有这样的住记，我们要请他到集中检疫所来住。另外，考虑到国内疫情控制甲真稳定，中华职棒7日开放9卖1场，初步规划会当开放1000个观众入摆。啊，若是高山型的国家公园，像讲玉山、太鲁阁、雪霸等等，以及车市开放山屋，原本会当申请的数量。又恢复到原来山屋可以容许的这个空间跟容量，那就可以提供给登山者更好的这个回到原来正常的服务。啊，若是酒店甲舞厅监视会开放，指挥中心搁一再强调讲，也是要看民众甲相关场所监视会当维持社交距离甲挂嘴啊，而且要注意个人卫生，落实生命剂、泵体温等等，通好方便疫情调查。若是业者会当甲这寡管理做好，会当开放。做不到的话，就要继续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的疫情转好，生活陆续恢复正常。上海的迪士尼乐园昨昏宣布讲，对5月11日后礼拜一开始要恢复营业，这嘛是全世界上早重新开放的迪士尼乐园。关国外围了后，官方微博秀出影片，上海迪士尼乐园初六宣布，会伫5月11日重新开放。佮派鸟鼠翁甲大家讲，佮等5天，因就会转来咯。受疫情冲击，全球12个迪士尼乐园3月中就关起来。上海迪士尼乐园第一日宣布要开放的乐园，不过开放了后如何防疫依然是一大挑战。上海迪士尼指出，初期限制游客人数，入园进前爱注册健康信息码，出示健康的日码，让体温挂吹安检入去。另外，排队所在餐厅也设安全距离，儿童游乐区剧院无被开放，火车游行者活动暂停，甲翁仔活动翕相也暂时取消。其他迪士尼乐园开的时间也无决定。日本2个迪士尼乐园原定4月20日重新搁开，不过受疫情影响，依然是关起来。重新开的时间会伫5月中确定。这波疫情后，迪士尼乐园营业收入减少10亿美金，重新搁开是不是机会？分析师无乐观。You're looking at just the parks. I mean, even when they open, are you going to see that many people go to the parks? Even flying there, it's going to be tough. 分析师指出，迪士尼所业务、电影、ESPN、运动转播等拢受重大影响。公司自2020第一季获利降9%，所产业损失有14亿美金。不过迪士尼表示，过去15年有一段真艰苦的时期，即马依然有能力过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370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26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加1例，目前台湾计共439例，香港有1040例，日本有15000多例。
单盘超过1万例，美国已经超过125万例，那巴西超过12万例，欧洲、意大利是超过21万例，西班牙超过25万例，德国超过16万8千例，英国超过20万例，伊朗超过10万例。那美国因为疫情的影响，经济冻点。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讲，国家无可能直头封锁落去，所以美国爱回去到过去的日子。就算讲开放会造成有人为病死亡，经济同款是爱开放。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离开白宫，准备去亚利桑那州视察喙暗工厂的时阵强调，伊且讲美国会有200万人染病死亡的模型完全无正确。美国要重新开放，让民众重新回去做工课，而且全世界拢真期待。They're going back to work safely, but they're going back to work. We're opening up our country again, and this is what we're doing. And I'll tell you, the whole world is excited watching us because we're leading the world. 就算讲川普对美国的疫情真乐观，但是实际上，美国目前确诊的总数已经破120万，每天新增加的确诊病例有2万人，新增加1000人死亡，统计死亡人数已经破7万。但是伫2月底成立，由美国副总统潘斯所带领白宫防疫小组，已经计划伫5月底也是6月初解散。川普挂服务行到亚利桑那的喙暗工厂视察，而且肯定潘斯的贡献，但是为着美国的经济甲就业，国家袂当阁继续封锁落去。Doctors saying that there might be a recurrence of coronavirus in the fall. Why? Can you just explain why is now the time to wind down that task force? Well, because we can't keep our country closed for the next 5 years, you know. 但是川普伫喙暗工厂接受专访的时阵嘛讲，经济重新开放，确实有可能造成更较侪民众染病死亡。I believe that's the reality we're facing, that lives will be lost to reopen the country? It's possible there will be some because you won't be locked into an apartment or a house or whatever it is. We have to get our country back, you know. 美国已经用20外个州开始放令禁足令，慢慢开始重启经济。反对人士批评川普为着21月大选连任成功，甘愿牺牲美国民众的健康安全。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华府的非裔民众确诊甲死亡病例拢较悬，当地霍华德大学已经针对当地非裔民众，伫接落来3个月进行免费的病毒检测。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举办的纾困方案，昨开始申请，受影响的一户会当申请1万块。各地是排甲路长，啊，毋过民众怨讲废去废达规定一大堆，真无方便。行政院即马是改讲，若是无资料早身份证签切结书就会使，而且无限定名额，6月底进前拢会使申请。来看《澎湖日报》，咱国内已经24天无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即马要推出防疫新生活运动，要豆豆放令。原本无开放观众的中华职棒，对明仔开始每一场比赛会当开放1000个球迷去加油。来看《联合报》，咱国内头一间民间的火箭公司，进前暗算要伫台东试射火箭，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试射所受到阻碍，甲无主管机关嘛是有关系。科技部是认为讲，火箭未来可能会成做运输工具，所以暗算要甲这间公司的主管机关交予交通部来管。来关心陆军航特部一架 OH-58D 战术直升机，昨下晡伫台南归仁基地执行飞行训练的时，飞行机摔落来，好佳在无人受伤。那航特部已经要求先暂停训练，要找出原因。这架陆军航特部编号63岁 OH-58D 战术直升机，七日下晡3点多，伫台南归仁执行飞行训练检测时发生坠地意外，航特部已经要求各基地马上停止飞行训练。案发后，本部即要求各基地即刻停止飞行训练，并要求各飞行部队针对本案例加强宣导。本部对此次的飞安事件至为重视，将持续加强教官在职训练及危机处理强度，以确保飞行训练。好佳在机顶一个教官甲一个学员拢平安无受伤，飞行机受损的状况正在评估当中。这共型的 OH-58D 战术直升机，伫2018年3月就捌发生学员对高度判断出现落差、操作不当等6个意外。这摆事故原因要有待专案小组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那日军2692进前传出有一个姓黄的中尉自杀，这嘛是2692 7个月以来第3件士官兵自相自杀的意外。昨家属是出面指控军方，那国防部长昨下晡是去慰问这个姓黄中尉的家属嘛，甲过世嘞。还叫妈妈汇2000块给他。军中的14400块要叫我的儿子去补这个钱。军中必需品爱家己开钱买，姓黄的中尉的妈妈想起后生生前的对话，忍不住后甜。日军2696姓黄的中尉4月16日营区庆生，家属认为这中尉竟然做小校阶级的二级厂厂长，连长竟然是一无代志人，一人爱做5个人工课，还佫被用话补足。家属佫批评案发了后，旅长竟然讲家己真衰。他的旅长来我们的商场，竟然跟我讲说。我觉得有点倒霉，你弟弟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军中的士气。那我弟弟呢？国防部长严德发7日下晡去慰问家属，佮会室里强调会尽全力查明真相，做对的隐瞒。为了让调查工作顺利进行，2696旅长加政战主任拢先调离现职。陆军2696 7个月发生3件军事官兵自伤案件，严德发去伫院专案报告，根据国防部统计，国军自伤案件分别是106年19件、107年10件、108年21件，今年到即马为止有5件。国防部无排除姓黄中尉的案件可能是甲部队管理工作压力、同事互动因素有关系。而为是这期姓黄中尉4月16日庆生，家属写签一文向总统申请，国防部竟然自备才成立专案小组调查。这50件当中死亡的有多少？5件死。你们知不知道？那个50案里面有45个是已睡的，有5个是我们成功救回来的。所以有45个来不及救嘛？是，嗯对不对？是。家属部信任国防部的专案调查，希望由政务委员罗秉成来组织相关调查。2696去年发生细节中士被火烧伤死因依然无清楚，目前也成立专案小组。因为这期行政调查上过班，国防部解说家属怀疑细节中士生前被虐待，所以提升调查层级配合图检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云较高，雨嘛较济。咱来看云图，因为锋面通过，咱台湾附近的云较高。透早因为华南云护区向东边刷震动，所以中部以北有地接雨。气象局嘛提醒讲，伫新竹、桃园、大台北，早起爱细日向上大雨，但雷公甲透强风。若今日下晡。天气就较稳定啊，是侪云到好天。毋过东半部同款有阵雨，西半部山区嘛有短暂雷阵雨。温度的方面，早起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高温拢有略略下降。北部高温31度，东部高温27度。若中南部天气较稳定，南投、台南、高雄同款是真热，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外岛的金门甲马祖是大风会影响能见度。镜头来家己六卡乡是老人比例上悬的乡镇，大多数拢是做农的老人较济。昨中昼有一个81岁老阿公去田里做事，亲像是因为天气伤过热，着山死亡。要提醒乡亲，天气愈来愈烧热，爱加啉水，透中昼，较莫伫日头较好。这一大片的剪阳花都要开啊，准备迎接母亲节。每一蕊花拢是靠花农真骨来照顾。不过这几天中南部温度真高，甚至到感觉是个顶雨，也互因工作时阵是热啊讲袂出话。大家好做热的吼。想得出来嘛？现在出来工作无做，敢袂使咯。7日中昼，嘉义县六卡乡一个81岁姓黄的老先生到田内底除草，可能因为伤热，掉沙一吹架倒伫个田内底，厝内底人发现赶紧报案，不过已经无生命现象。一名黄姓民众于今日上午外出工作，至中午未返家，经发现人报案至现场时，救护人员表示该人身体已僵硬，研判因天气炎热、体力不支所致。
消防局提醒，这几天拢超过30度，除了曝伤，更有可能造成热伤害，互身体无法度正常调节高温致使热衰竭或者是潮沙，严重时更可能造成器官衰竭死亡。除了爱保持凉爽，定时补充水分，也要避免伫真热时阵出门甲户外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那这几日南部的天气真烧热，受疫情影响，教室爱保持通风，所以拢无开冷气较济。即马台南市的教育局是要交予学校家己决定，看冷气敢要开无。那家己是赶快要依次吹电风、开窗仔门，要确保防疫安全。开冷气刷来，甲窗仔门关起来。毋过详细看，窗仔门拢有开10公分的缝，前后门嘛拢有开，加上几啊支电风咧吹，嘛互学生暂时解决真热的问题。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室内强调空气爱流通。毋过南部气温较悬，加上后礼拜阁要国中会考，学校嘛开冷气甲窗仔门，互学生有更较舒适读册的环境，嘛会当提早适应会考的模式。就是有开冷气加开窗户，但是室内还是会比较低温一点。教育会考的考场的规定全程戴口罩，那开窗开冷气。那我们现在让3年级的同学能够及早的去适应会考的那个考场的一个规定跟环境。台南教育局尊重学校的想法，会当家己评估敢要开冷气。不过嘉义市的学校虽然冷气已经安好势，不过目前也伫咧疫情的期间，加上后手也阁有电力改善系统的工程。因为安尼，暂定6月份了后才会开冷气，目前也是先吹电风。陆续在装设冷气，然后还有一些电力系统的改善，这个2个部分都要互相间的搭配，所以也要后续看看电力跟冷气的验收后续的那个流程以后，才能够做整体的考量。南部的温度较袂着，就加悬到30几度。学生伫咧学校内底读册，确实有当时也会真热。佮加上后礼拜就要国中会考，开放冷气的学习环境，敢会增加学生学习的意愿？个人的看法是无共款。要安怎伫咧兼顾防疫之下，而且互囡仔会当安心来学习，嘛正做目前教育界一个真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最近美国甲中国伫南海做军事比拼。美国的国防部是批评中国趁疫情得变鬼变怪。另外，美国的国务院是搁一摆支持咱台湾去参加 WHO。美国军舰顶礼拜在南海2摆自由航行，引发中国不满，中美军事角力不断。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培在记者会强调，这是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也就是美国致力确保所有国家在南海航行甲商业自由，更加批评中国趁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采取损害别国利益的行为。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Beijing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rotect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commerce for all nations, large and small. They also are the strings attached are enormous in many cases. So they're telling a country here, you can take these masks, but please put out publicly how good China is, how great we're doing, etc., etc. 埃斯培也指责中国在疫情对一开始就无透明，并且加强假信息的宣传，想要来转移责任、改善形象。离工厂出席的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被问到美军情报部门对新冠病毒起源调查进展时，表示虽然无度确定病毒是来自市场也是实验室，不过这阵证据显示不是人为的。Did it come out of the virology lab in Wuhan? Did it occur in the wet market there in Wuhan? Did it occur somewhere else? And the answer to that is we don't know. 米利讲，若是中国允准另外去调查，未来才法度更加好面对疫情爆发。中美最近为病毒起源一直对骂，另外一方面加强支持台湾。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讲，台湾是可靠的盟友，支持台湾参加 WHO。 The WHO, instead of ignoring Taiwan or pretending that they don't hear their name when they're asked questions by the media, they should be bringing Taiwan in for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er status. WHO 要在18条开，美国国务院发文支持台湾。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更加特别录制影片，感谢台湾关注美国催案，并且强调这项做法国际证明台湾应该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身份。外交部也对美国支持台湾行动表示感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韩，南韩因为疫情较稳定昨开始放令社交距离，要实施日常生活防疫。店头嘛会使开门做生意而且嘛会使办聚会暗个疫情也在压日本，虽讲即马是黄金周的连续假期，也毋过世界拢无啥人。
这波疫情改变咱的惯势，嘛改变咱的生活。美国有一个公司，即马开发一款开讲的 APP， 互你会使对伊讲心事。若中国有业者，即马是开发智慧的目镜，这个目镜会使磅体温，咱做伙来看。新冠病毒大流行，真侪国家的民众敢若会当伫厝袂当出门。维加凯特就住伫巴黎一间无到3坪小公寓，法国已经进入封城的第8礼拜，伊把只好长期踮伫即个硬滋滋的空间内底，伊敢若会当透过种一寡花草来互家己的心情较困快。First thing I want to do when the parks are open is just go and have a picnic. That's going to be my real pleasure. Or just even go and sit by the river, just have a load of sun around me, have a load of fresh air. Yeah, that's going to be the first thing I do. But also hug my friends. 若是无朋友陪伴吧，免烦恼。美国一间新创公司设计 App， 互使用者家己创造 AI 虚拟朋友，除了会当替伊设计造型，阁会当甲伊对话开讲，甲开讲的机器人产生亲像朋友之间的连接，消除隔离所产生的孤单甲不安的感觉。Tous les essais et tests de ce premier remède ont été menés et son efficacité dans la réduction de l'élimination des symptômes a été prouvée pour le traitement des patients atteints du COVID-19 à Madagascar. 全球拍拼咧研发防疫的预防针，但是非洲的岛国马达加斯加煞流传有一种药草食物提炼的神秘饮料，讲会当预防兼治疗新冠病毒，甚至阁得到总统的亲信背书，分散去全国的学校大力推广。但是外界普遍是认为讲欠缺科学的证据。若是伫中国的杭州，是有业者研发智慧目镜，利用扩增实境的 AR 技术，找出附近体温较悬的过路人。通过一根数据线把红外线模组和眼镜结合在一起，当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以后，数据会实时传输到这个眼镜里面来，然后所有的数据我们通过 AI 的算法可以快速的检测、快速的显示。跟固定式的日相仪比起来，智慧目镜有较利便、较好查的特性，互量体温更较及时、更较紧。对各大场所的安检人员，会当讲是减轻袂少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若已经封城过外国的意大利经济大受影响，人口较少的所在经济更较稀微，所以意大利中南部有一个人口只有500人的小镇，规气家己印钱，过限定讲只会使伫咧当地开，就亲像咱的消费券同款，希望要带动民众消费。一名男子今日去柑仔店买物件，准备要付钱，但是伊摕出来钱是真特别。Giusto 10 euro. 10 ducati vanno bene。这毋是伫市面顶头会当流通的纸票，敢若会当伫意大利这个小镇使用。这个所在敢若是有15平方公里，人口是550个人，受到疫情冲击，镇长决定讲要家己来印钱，鼓励在地人伫小镇内底开钱。Per quanto piccola sia, perché sono 3 o 4 le attività, diciamo così, gli esercizi commerciali che sono ancora attivi, senza considerare i bar e i pub. 因所用的纸票叫做杜卡迪，一张杜卡迪等于1欧元。伫这纸票顶头，佫印着因所尊敬信任的画像、教堂、游泳池等等，代表着小镇特色的花样。Allora paga con 5 euro di Ducati e avanza 3 euro e 70. Li scontiamo la prossima volta. Questa è, secondo me è una bellissima iniziativa che fa bene a noi, diciamo, residenti in questo piccolo comune perché aiutiamo un pochettino i nostri esercenti con questi ducati che店头摕到民众所付的杜卡迪的纸票，每2礼拜就会使换回同款价值的欧票。未来嘛有可能伫疫情解除了，继续使用这种敢使伫当地流通的杜卡迪纸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咱讲来，咱来关心中华有一个少年家，去年10月份，伊去桃园一间铁工厂做小工，想要到互头家苦毒忍敌，关起来3个外过，即马规身躯拢是伤，3个歹心的嫌犯已经互抓起来啊！甲衫掀开，即个少年的胸坎甲2支骹拢是红红一点一点。毋过这毋是过敏，是去互因头家用空气枪射几百发的 BB 弹所造成的。即个恶质的头家除了甲关起来，甚至甲电，落尾造成即个少年严重的永久性伤害。就是电成我现在右脚的脚趾头2到2、3、4指都截肢，就是剩下大拇指跟小拇指而已，然后右手的中指就清创。
警方调查，这个17岁的少年是单亲的家庭，老母是越南籍的配偶，因为想要减轻厝内经济的负担，对细占的嫌犯去桃园食头路，想袂到因为要离职尔，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甲另外一个21岁姓林的男性去互关伫中华鼻头、甲桃园2个所在3个多月的时间，尾手2个人想办法逃走，互警察发现了后，才甲2个人送去病院。那受到的伤害主要是有电击伤，还有烧烫伤，以及皮肤坏死等伤害。中华地检署表示，涉案的包括姓詹的嫌犯翁仔某，还有另外一个姓吴的男性，3个人拢涉嫌杀人未遂、重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等等的罪来侦办。初六下晡，3个人拢裁定扣押禁见。对未成年拍山工的安全，儿少专家建议，除了爱用正常的管道来找工课以外，若是拄到头家无合理扣薪水，或者是体罚等等的行为，拢爱随报警察。如果有体罚，或者是有动手打人的这种状况，那其实大概就是直接打110报警，请警方来介入处理，其实是一个最恰当的状况。林武雄认为，家长嘛爱观察囡仔拍山工了后，等去处理了后的反应。若是分数有奇怪的伤痕，或者是出现情绪起落较大，就爱关心了解伊的状况。若是发现头家人或者是工课场有问题，建议父母嘛爱介入协助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做小生意的劳工受疫情影响，会当去申请1个月1万块，连续3个月的生活补贴。啊，不过有民众向立委陈情讲，因为伊有欠信用卡的钱，这3万块入去扣租，随互银行扣去。劳动部是表示讲，会发文互金管会，强调纾困的钱袂使扣押。武汉肺炎影响到各行各业，劳工部顶个月开放家己饮食头的人，或者是无固定头家的劳工生活补贴。受到疫情冲击的劳工，会当透过职业工会申请3万块的生活补助。不过有民众家己为陈情，因为有排信用卡的债务，申请到的3万块转互银行扣押掉咧。27号去刷不只是有啊，5月2号去刷就3万块就没有了啊。既然政府说要那个疏解困难嘛，我有困难嘛，被冻结了，好像是有点无理啦。林先生表示，家己长期收入无稳定，敢会当做临时工维持生活，想袂到这条补助，却因为信用卡的债务，互强制执行命令扣押掉咧。立委表示，最近已经接到3件民众因为这个情形来陈情。我们的那个强制执行法122条就明白规定，就是有关于社会救助的这个金钱，就是不能作为扣押，银行这个扣押是错误的，要赶快还给这个我们这些劳工朋友们。周春美指出，根据强制执行法122条的规定，债务人依法领社会福利的津贴、甲社会救助或者是补助，袂当做强制执行。另外，刚通过的纾困条例第9之1条嘛明定，受到疫情影响，甲政府领的补贴、补助甲补偿等等，袂当加做抵消扣押，或者是强制执行的目标。据我们了解，是因为可能是那个行员不清楚啦，那所以我们会告诉那个所有的部会转至所属银行，就不能做扣押。如果扣的话，应该返还。劳动部嘛强调，针对个案的赶紧处理，初5已经发函予金管会，通知每一间银行加强宣导。金管会初6下晡嘛发声明，由劳动部所发的补助金来源会注记行政院发的文字，提醒银行袂使抵消或者是扣押到民众纾困补助的款项。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市长韩国瑜要互罢免的这个案件，后个月要投票啊！即马是传出讲投票所少无，甲单个无够额。高雄市的选委会是表示讲，目标要设1823间投票所，毋过即马还阁欠62间。高雄市立学校因为防疫关校园，甲即马医院禁止外人入去。原本市府教育局也以这理由，爱学校6月初6市长罢免投开票，照教室以2间为限。不过，已经学校决定依照往例照9间教室。基于疫情的关系，希望能分散人流，也让所有的选民在相关严格的配套措施底下，做一个安全的投开票。中选会也公布，投开票所防疫做法，佮主动甲相关场地机关沟通。其实我们增加的大部分都还是原先我们有监测过，但是因为可能是校长他们那方面有疑虑，坦白说，我们目前嫁接的场地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市立学校的部分。
中选会4月底就公布罢免投开票数地图，目前高雄只剩3面红线2区无照到，甲七六为止已经照到1761间，离目标1813间只剩62间。高雄市长韩国瑜七六下晡以视讯方式参加国民党中常会，暗过无主动讲到罢免案。拜托3个原则：1快速，2便民，3明确。这场纾困谈完之后，有中常委就是主动提到那个罢免的事情，对，那他就有说谢谢大家的关心，然后日后他会再找时间，就是跟大家做报告。韩国瑜感谢中常会对罢免的关心，不过全程讨论的重点是伫纾困方案。事情结束，也另外开记者会，强调高雄市政府发无保纾困金会以审查切结束为主，搁会伫白宫内完成拨钱。对媒体报道，伊20会对罢免案做出特别宣告，伊也伫面册大本后证强调，咱需要是合作，毋是对决。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最近有真侪企业拢受网络病毒的攻击，对查来源可能是对俄罗斯甲中国来的。外界嘛在又讲，这可能甲5月20总统就职典礼有关系。咱国防部嘛表示讲，5日抗战前局势可能会较紧张。台湾风测大厂立社科技5月下晡发现起有绿色病毒攻击，经过紧闭关机，搁有消毒病毒了后。伺服器已经渐渐恢复，立社嘛对外声明，公司机密资料拢无影响，因为进前中油大塑化被骇客恶意攻击，方查到来源是对俄罗斯甲中国来的。面对立委问讲国军敢是有掌握相关消息，国防部通知处长周军兵是坦白讲，5月20进前可能更加辛苦。越接近520，是你判断这个情形会越严峻，还是这就是一个平常的攻击而已？对，包委员，其实合理的研判应该会越来越严峻。那国军在这部分的防护呢，就我们有分析它的恶意程式，主要的入侵管道大概无非就是移动式的储存设备跟其他的这个社群攻击。国安系统研判无排除是中国针对5日抗川文总统就职进前所进行的测试攻击。前海军新感舰长卢雷斯分析，中国早已经投入去自信战，像讲台湾东部舰队3月份远航海巡的时阵，中国拿出透过船的自动辨识系统 AIS。5岛潘石兰出现伫咧江苏省南通市的信息，算是超现前的作战手段，甲过去飞弹刺下的热兵器时代无共，必须爱更新。所谓的超限战，除了贸易战，还有生物战，还有恐怖主义，现在的新冠病毒其实也是一种那个作战的样态。美军军机7日起用公布2架 B-1B 轰炸机拄关岛飞去东海。而且嘛是5月份第3届美军轰炸机出现伫咧台湾外围的空隙，国防部长颜德发回应讲，美南罗斯福号原本驻防亚太地区的巡逻任务，伫咧发生疫情了后，研判美方为着要维持军事领导地位，计划采取空中兵力取代海上兵力，是中共军机军舰涉台湾的代志。颜德发嘛证实，台海军事威胁的情势是愈来愈严重，国军除了完成防卫作战准备，嘛会增加战备频率。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关心咱全台湾有37种密报。那即阵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真侪人听到密报拢会心惊惊。不过伫花莲的西湖国小，老师学生毋但毋惊，而且甲密报的保育放入去学校的课程内底，而且环境甲密报做厝边。伫咧规个暗扫扫，而且已经无咧使用的棚空内底，研究人员当咧找密报。冠状病毒就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它会在上呼吸道跟排泄物这边，所以我们进行颠覆的就是唾液的采样。台北市密报保育学会甲农委会风险局长期合作，为2016年开始监测，有监测到22个冠状病毒在台湾的蝙蝠身上。虽然是名称是一样，它是同一个家族，但是它是不同的一个病毒。以目前来看，它是不会感染人类。虽然是安尼，面对密报，要是爱遵守，莫甲搅扰，莫接触，而且保持距离的原则。台湾有一寡人咧做密报的保育，伫咧花莲县光复乡马步社区的西湖国小，伫咧学校内底有挂要互密报大的厝，欢迎密报会当入来大，学生嘛会定期收集密报的大便送去检验，希望会当了解密报甲当地环境的关联。这是我们108年5月14号检验的报告。检验有发现蝙蝠它吃了116种的昆虫，它把田里的虫全部吃掉了。普通这个时候我们稻田会有稻热病，可是呢，
我们稻田像你看绿油油的，很漂亮，都很健康。蜜宝是环境健康的指标之一，推动保育会当让蜜宝有机会来发挥授粉甲食糖团的生态功能，用理解的方式来消毒惊吓，守护蜜宝嘛是守护人类。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的影响，真侪县市是宣布讲中小学的校园禁止外口人入去。不过，当疫情已经较稳定啊，所以台南市是对今日开始要搁开放中小学的校园，让民众入去运动。不过，伫台北地区，同款是要禁止到7月14这个学期结束。对老师练习英语的句型提悬程度，北投社区大学因为不是以中小学来做起点，疫情发生以来，教学运作真正常。较侪会学员拢讲，好家在各这个所在会当偷棒。我们会去桃园国中，早上会去那边慢跑。以前嘛？以前对。那现在都封了怎么办？就没去啊，所以会越来越胖啊。台北市的中小学4月17开始全面禁止开放，新北市、桃园、苗栗、台中、台南等的所在嘛有同款的措施。因为国内已经超过3礼拜无本土的确诊案例，社区传播的几率暂时会当解除。台南市宣布5月17开始解禁，社区民众会当伫咧透早、尾仔啊，还有休困日来学校运动。有的民众真的早上3、4点就去学校运动。那个人力上学校会很吃紧，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强制要求说学校让他所有的民众进去一定要量体温，口罩的话我们是希望民众都会戴啦。台南开放中小学的校园和社区的居民来使用，双北市、桃园市、台中市、高雄市、苗栗县、甲云林县到今也阁是表示，目前还阁未开放。不过以双北来讲，若是无调整，会一直无开放到7月14学期结束为止。要是疫情没那么严重，还是希望开放给大家。最起码你在孩子非上学时间，你要不要用一种实名制的方式，让社区的居民可以进去做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区工作嘛。社区前讲，中小学甲社区的关系是真密。演过学校需要协助的时阵，社区居民大部分拢真愿意来斗相共。即马疫情转好，居民需要校园的户外空间。县市长敢是会当重新思考适度放任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武汉肺炎伫全世界大流行，咱台湾嘛当地开发预防社。各国工生技公司经过4个月拍拼，即马家己有研发出疫苗。目前当地在地的病毒实验室做实验，看敢有效。武汉肺炎疫情目前在全世界流行，而且无随消息的现象。经过4个月的努力，国光生技成功自主研发出武汉肺炎后生疫苗，并且在台大病毒实验室做病毒抗体中和试验了，证实有效。我们目前挑的是我们手里面，我们觉得毒性比较最强的病毒，就是主要在欧洲流行的一个病毒株。那所以在看到这样实验结果，其实这个疫苗的血清抗体真的可以中和这个病毒，很有效的抑制。其实我们是蛮有信心的。这个自主研发的后生疫苗，主要是透过病毒的基因排序加基因重组等方式，提出有效的数据，并且在实验室内面做疫苗抗体中和试验。结果在咧做疫苗的鸟鼠的血清内面，发现鸟鼠的抗体反应真好，会当引发高力嘅中和抗体，有效抑制病毒。血清抗体经过高度的透波了，依然有够的能力，和新冠病毒失去感染力。预计在今年第3季会将核准开始做第1期的人体临床试验。但重组蛋白要进入人体之前所经过的程序比一般的多了2层的工作，经过双重的保护，再打到人体之后呢，它的这个可靠性比较强，但是前面准备的工作要比较慢。国光生技强调，所来将会甲各会员合作做光毒试验，确定新冠后生疫苗的安全性。不过因为这个疫苗是全新的，量率无法度估计，就算是以上歹量率来评估，依然是有法度有到台湾2300万人使用。希望上紧在咧明年冬天开始量产。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界有真侪表演，即阵拢取消啊。不过国内有剧团招其他的剧团做伙办舞台剧新演员的甄选，初选就吸引800个人去报名。
伫咧舞台面顶，陈伟霆真轻松地爬起哩真大的高空圈内底，一直等息。原本5月份要去法国的马戏团学校来考试，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知影讲国内剧团要定选演员，伊就随来报名。这嘛是伊头一届徛起哩国家戏剧院的舞台顶悬。表演者或者是就是艺术工作者，我觉得你光是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你就一定会觉得我好欣慰，我好珍惜哦。真介伊嘛叫的费玉轩，捌伫咧纽约百老汇来演出过。原本伫咧纽约食头路的伊，因为疫情失业，回来台湾准备要找工作，伊嘛真珍惜这届定选机会。如果不是本科出身的话，就没有学长啦、学妹啊什么的，要打进这个圈子，据说是很难的，所以很感谢。最近这段时间，剧团的演出机会真少，若是国家聆听伊的节目嘛，拢来取消，所以全民大剧团号召古道、立功、故事工厂等等，过来总共8个剧团联合举办头一届舞台剧尖力新星竞选会，希望替这寡新人创造一寡机会。让年轻人有一个属于他们的舞台，希望那一份感动能够帮助他们支撑过这一段疫情的期间。初选总共下要800个人来报名，因拢是拄各行各业来的。真侪表演者的演出是有较清楚，毋过充满热情。有评审认为讲，未来疫情结束了后，嘛应该继续来举办，替台湾的剧场界找出更较侪表演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浪子回头上界可贵，云林有一个雕刻家出家到了后，手卡洗手去做菜雕刻，作品共2摆入选更新人的美术展。这座茶雕顺自然的势，佮创真侪有路的变化。那亲像有动物咧行，也是有魂咧走。这是雕刻创作者林俊杰上界骄傲的作品。其实艺术的物件吼，个人的智慧吼，智慧拢无共。系啊，因为无一定讲咱看的地，甲别人看的同款。系啊，所以讲，这个是我感觉上骄傲的作品。会当互一寡咱像讲耳朵去摕落来具料啦吼。一寡废弃的物件，伊有法度呢，透过伊的技术，互咱的这块茶呢，互伊搁活过来，充满着艺术。林俊杰雕刻的作品能够入选金星人美术展，嘛得到地方大细细奖。伊少年毋捌代志，因为提前向举报落甲坐家。出家了后，伊无师自通，家己买机器，家己找资料来学雕刻。一开始是做文创品等等的工艺品来趁食，后来则豆豆找到家己创造的风格。一种感觉吼，不管咱人吼要做啥物，只要咱有心吼，应该拢是人讲。只要有心呐，应该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啦。感受是真欢喜啊！伊都家咧创作，家咧做了成就都袂歹。林俊杰用雕刻融入社会，得到肯定甲成就感。伊希望伊的经验会当鼓励有同款过去的人，重新找到家己的目标，翻新过去，行未来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心息，来看防疫期间，因为踮伫厝内较安全，唔通去公共场所，所以一寡动物园、海洋公园嘛拢关起来啊。那动物伫这段防疫期间，因拢在创啥？咱做伙来看。伫咧卡梅拉头前洗来洗去，再个用片仔甲镜头片片咧，一只真好看的成本，生到有够高智。伊是杨导，即阵想要看伊，透过视讯就可以。This is Reginald。Hi Reginald。受疫情影响，即阵真侪场所拢关起来。苏格兰即个专门饲羊道的农场也共款。毋过业者想出一个方法，互民众会使透过视讯的方式，甲羊道见面。I just like their faces and their fur. I like how they're like all really fluffy and like cute looking. Honestly, couldn't pick a favourite. They all seem to have their own little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They're just all so cute. 甲羊道用网络的方式，伫咧线顶视讯，毋但是当地人，也包括对澳洲也有美国来的民众。业者也指出，含羊道佚佗30分钟，视讯的费用30英镑，差不多1100块的台票，才会收入得用来维持农场伫咧防疫期间的开销。算视讯的，也阁有日本东京晴空塔的白潭水族馆，因为疫情，白潭水族馆对3月初1开始后，
即阵一个人影都拢无。水族馆内底原本就较避暑的花园麻，即阵是拢秘伫咧山内底，连工作人员要甲饲的时阵，伊拢无啥愿意出来。即阵园区是招民众对初三开始小连续3天，互大家会使含300只的花园麻算 FaceTime， 希望这较歹势的花园麻毋好甲人类放袂吉节。经过几点钟的时辰了后，花园麻即阵变大风啊，愿意出来和大家见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哈勃太空梦远镜，这个月就要成空30周年啊！那这30年来，伊是互科学界发现太阳系以外星星功劳真大。那刷倒来，微博太空梦远镜要接手，按算伫咧2021年要成空。这座动画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甲伊莎利用哈勃吊镜翕到的相片所做的。相片当中的主角是离地球6500到7000公里的由星际气体甲电线所组成的条状影像。这条形状影像佫被叫做创星之条。事实上，哈勃吊镜原本设定的任务范围是要测量银河系光度、大小等等。不过，福比斯杂志的分析就指出，太空探索拢是有真侪意外。The telescope has exceeded all of our expectations scientifically, the way it's impacted the culture, the way that people have adopted it as its own telescope. It's been a huge success story, probably NASA's biggest success story over the years, at least outside of the manned space program. 当然，促成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宇宙膨胀理论，也是哈勃的功劳。It's not an overstatement to say that we've rewritten the textbooks, that our view of the universe has actually changed as a result of what Hubble has shown us. 哈勃太空吊镜会这么成功，除了是各种科技甲工程的结合，做出各种上赞的机器，将伊放伫地球轨道顶缘，也是重要的原因。伊为1990年4月24升空，加工进入离地球600多公里的轨道，到即马已经满30年，早就超过一开始所设定服役的年限。伊的接班人韦伯太空吊镜出发日期一直延迟。哈勃搁真勇敢进行之下 ，NASA 暗算伊还可能为天文学研究贡献心力到2030年甚至2040年。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明仔2天，咱台湾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譬如金门、马祖是多云。若过到了后，今仔日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即阵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温度上加23度，上悬31度。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加23度，上悬是28度；外岛温度上加20度，上悬有31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